我们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感谢。谢谢持宝小组的姐妹带领我们唱这首美好的诗歌来赞美主。我们在领受主的话语之前，一起来做祷告。耶稣，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福分成为你的儿女，又让我们有这个美好的机缘机会。神带领我们到富强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主，我们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会友而已，我们要在你里面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显示的恩典。我们要在里面一起营造一个美好的教会氛围，一个美好的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也让我们在生活生命当中为主来做见证。感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让我们彼此帮补，一起学习，也愿意接受神的恩典。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大概那个投影片有没有？今天的主题呢，我们继续是在我们3月份，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就进行了这个标杆人生的研读。原先呢，这个标杆人生这本书其实不难读了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门徒训练第一阶段的教科书。照理讲是我们现在有90多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报名我们的门徒学校的上学期，那这本书成为是一个必读的书。但是我们的教育组呢，有感觉到说，我们之前比较没有很有系统的来研读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必须了解的说基本功就对了所以我们就在年初1月份就开始整体的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研读这本书，用6个月，1个礼拜顶多2章那是用天数了2天。那像这个礼拜，因为我们刚好有5个礼拜，所以我们的收容长老很体贴大家，第5个礼拜暂停所以你要复习就好不用读新的进度这样子。那为什么要读这本书等一下我会做一点解说换句话说，这本书成为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生活，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跟弟兄姐妹来相处，让我们所谓的上帝国在地如同在天上。那我们就要实现我们要体验我们要实践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那我们有读了2段经文第一段是雅各书3章16到18节。你注意看第一句话，他这样说：凡是有嫉妒和自私的地方，就有混乱和各种邪恶的行为。他在讲谁呢？没有在讲谁，是讲我们人类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私欲，有这样的软弱，有这样肉体的败坏。所以我们既然人都这样子，那在教会就没有吗？一定有。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这个人类的实际的现况，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个教导。他怎么说呢？但是从上面来的智慧有几样特征，记得是从上面不是牧师教你什么，谁比较有智慧，是神的智慧给你的。第一个是纯洁，第二个是和平、谦和、友善，充满仁慈，它才能够结出丰盛的善果，没有偏私，没有虚伪。前面有这样的人的软弱没错，我们的基督徒团体有吗？也有，但是我们靠着天上来的智慧，我们要从这中间找到解决的点、突破的点、化解的能力，不是靠人的制度能力。所以他说这一节是关键节了，18节，一切正义的果子都是从播种和平的人为和平努力所撒的种子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个团体、这个教会、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有正义呈现了，所以有一群人，他努力去经营，努力靠神的恩典智慧去撒和平的种子。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群人，他不泄气，他不放弃，靠神的力量去结的果子。记得靠神
靠上面来的果子。那以弗所书是保罗去解决这间教会里面的困难所写的，所以4章1节到4节，他就直接点明了，你们以弗所教会人的团体难免有这样的纷争，有这样的搅扰，有这样的一个不合一，所以保罗就这样子劝他们，他说：所以我劝你们，我是因为侍奉主而成为囚徒的，你们行事为人都应该符合上帝所呼召你们的所立的标准。一位关在监狱里面的保罗，他发自内心诚实的呼召，说你们呢所做的事情都跟呼召你们的神所立的标准要合那个标准，不要自己定标准，是你要竭力达成神所定的标准。各位弟兄，你都当过兵了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用了当兵的时候哈，要先检查身体，对不对？好，我们牧师那个时代还有3年的特种兵，那海军陆战队啦、海军啊、空军都要3年呢，去检查身体，说合标准吗？合标准才可以进入海军陆战队，进入宪兵。宪兵像牧师这么矮还不行呢，要70以上。好，这些我们是这个属世的标准，军队国家的标准。你看，连国家都要有一个标准才能当某一种军种啊。那基督徒，你是基督徒的精兵，他说你是因为要符合上帝所呼召你的标准，不是自己定的标准，是神给你的标准。那什么标准呢？他这样说：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帮助。记得这个是保罗关在监狱里面对以弗所教会诚心诚意的给他们说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呢？要以和平彼此联系，尽力保持圣灵所示合一的心。保罗是承认人有软弱，人有纷争，人有冲突，人有个性上的差异，但是不管如何，你就是要竭力尽力，是你花尽吃奶的力气都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保持圣灵所示合一的心。因为它的结果不是在于你自己的认知，而是在于在圣灵里面有合一，那这样才是符合上帝所呼召的标准。你不要自己定标准，是神所示的标准才是真正的标准，它是要合一，圣灵所示的合一。所以保罗做一个小结论，第4节说：我有一个身体，我有一位圣灵，正如上帝呼召你们来享有一个盼望。一个就是一个就是没有第二个啦。各位弟兄姐妹，这经文很熟悉，因为你能理解保罗他苦口婆心所做的这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阅读，我们现在已经3月份了，照理讲是标杆人生的第3阶段，对不对？那等于是前面是前言嘛，所以第2月、第3月就是我们一起学习人生标杆人生的5个目的。我们荣耀神的5个目的，第一个是敬拜人生，你怎么样用你的生命来敬拜神？第二个，我们这个月刚好5个礼拜可以多分享一次，就是团契人生。它的主题是说，神模造你，要你为神的家而活。既然你受选为基督徒，你加入了这个会员，这个会员真的不是我们一般的家乐福啦，我们的一个什么全年的会员，你要去买，他也要感谢你啊！你不买，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成为基督徒教会的一份子，你是活跃的，你这个细胞是活的，不是蹲在那边不动的。你要被魔造，然后为神的家来活啊！我们把它解了一个简单的名称，就叫做团契人生。第一个是敬拜人生，第二个是团契人生。那有些图片我们可以加强你的一个理解，就是我们在楼下大柱子所放的5个目标。第一个敬拜，第二个是团契，团契交谊，彼此相爱。那这是我们这一个月所学的。
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不方便没有参加这个标杆人生的研读，不过我是真的很竭力的鼓励你，或是推荐你。当牧师讲这些是把那些重点做一个宣讲，但是你如果从书阅读，华理克牧师他们团队所写的这本书里面很多智慧的言语，会让你好像眼睛一亮。你读了圣经，你学了很多属灵的理解，这本书会把你开启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蓝图。好了，那牧师有2个图片，也可以加强这个解说了哈。就这个解说，因为它是一个进来的，牧师直接把它呈现了哈。我们有5个上帝所示的一个人生的标准哈。这个第一个就是敬拜，然后你在这个教堂里面，你是一个团契的人生，在教堂里面哈。然后呢，又加上我们对外有一个侍奉服务这个社会，然后再来是我们要邀请人进入到教会里面，这个叫宣教。然后整个5个就是一个标杆人生的一个目标。那这个图表你让你很清楚，我在富强教会这间教堂里面，这5项的人生目的，我都已经理解很清楚，就成为我一个基本功。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本标杆人生要在门徒上来开始上课？你知道门徒上是给谁上的吗？是给我们去年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进来教会上门徒上这本手册，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信仰的基础，然后就读这本书，一方面了解圣经的所介绍的上帝、耶稣基督、救恩这些基本的原理，一方面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做基督徒的生活，在教会里面，这是5项的人生目的。那再来呢，就是这一个，我们台湾很清楚打棒球，那这个就是一个棒球的一个跑垒图。那你可以从这5个人生标杆人生里面去找到你这个跑垒。我们男生都很了解怎么跑垒，对不对？女生也会看棒球了哈。标杆人生的全垒打图，请你看本垒，本垒是得分才到本垒嘛。但是你一打击出去，如果是安打，你才能上一垒，叫做委身教会。好，委身教会了，你慢慢认识这个教会了，读标杆人生了，读门徒上了，你再来就是要委身成长，你要受培育才能进到2垒。你要受造就，你要受装备，那你不是随随便便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什么都会了。然后呢，你受装备之后，你就开始要委身在侍奉，就跑到第3垒了。我们刚刚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的同工，我们刚刚在唱这个献诗的诗歌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是一站上来就会的，是他们在暗中默默训练好久了。这个都是培训，这就是委身成长。委身成长意思就要成长，要培训，要门徒教育，然后你才有能力跑到3垒，叫什么？委身侍奉。你是受培训了，你才能侍奉，不是我一站出来什么都会了。因为你没有经过这样的培训，你在侍奉是有破口的，你在侍奉是有缺陷的，你在侍奉是靠人的脾气的，不是神的恩典。但是各位，我们知道棒球要跑到哪一垒才能得分呢？你不跑上本垒你老是打到3垒就残垒了，没有用。有的球队运气不好，每一次打安打都到2垒，打到3垒就停下来，到最后被那个投手一个3振，那3个下来了，到3垒。有没有人在记录说，我们这一队进入3垒好几次了？没有了，你要跑到本垒才会得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标杆人生的5个人生当中，你前面都跑了，到最后是什么？叫做委身宣教。你要宣教带领人归主，你要得分，你要拯救灵魂，你跑到本垒，你才能登记有1分，跑到2是2分。所以弟兄姐妹，你都知道。这个是我们跑垒图，就是我们的标杆人生一个基本的架构。你跑到几垒了？你现在跑到几垒？
还是说你还在外面旁观者这边绕圈圈，或者在旁边当那个球童，专门在捡球的？你不上垒，你就没得分了。而且每一垒都是要经过很大的征战，因为在防守的人就不让你上垒。那这个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个插图，就是我们所这5个人生那敬拜就是投手，敬拜就是跟神的直接的关系敬拜。所以你看这5个黑的这个图就是五个垒，对不对？1、2、3、4本垒，还有加上投手就5个。就是我们人生目标，所以你会打棒球，会看棒球，你很知道我们要得分希望这个图能够给你参考，因为图表比较细小字一点，也许有需要，牧师可以印这个图表给大家参考好，那这些图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标杆人生是何等的重要。那今天我们要有2个大主题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是要一起耕耘群体生活。我们有车子挡道，请同工注意一下。群体生活就是我们这个团体前几次牧师已经讲过好几次了，那为什么一直讲呢？我们参加这个幸福小组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烙印，对不对？牧师要找念好你那种记起来，免个思考，就是烙印在你身上。那基督徒做群体的生活，因为你是一个会员。你不是一个被动的，是一个有可无的，你是加入在里面成一个活跃的会员，那你要委身。那我们知道，只有圣灵才能创造出信徒间真正的团契。为什么呢？要靠人为的组织、人为的活动，那都是一个局限。就圣灵在每一个基督的身上，才能营造出那个真正团契、相交、相契、koinonia 这样的能力。人只能够制造一个氛围比如说我们在推动幸福小组或者一般的细胞小组，我们主动说我们来一个破冰，有一个很会讲轻松笑话的一个会带活动的，请记住不是因为你这个活动才会造成这个团契非常的和谐，是因为你有圣灵跟你同在。所以做这个游戏让大家愿意加入，心被打开了。所以千万不要说我很厉害，有时候做游戏做到最后大家玩面就玩 gay 了，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有圣灵的同在，我带这个可能很不是很好像很简单，对不对？好像小朋友玩的游戏你玩得很高兴，是因为你愿意被神所呼召，愿意加入这个团体，圣灵在工作。所以圣灵根据我们的选择和委身来培育这样的团契。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圣灵他都预备好，随时都预备好，在每一个基督团体当中，圣灵都预备好。但是他有一个前提，你委身了没？你愿意被神所呼召没？你愿意被神所差派来做？圣灵会等说：你如果愿意做，我就跟你同工；你不愿意，圣灵在旁边等候你。所以这个为什么有的教会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笑容？因为他们大家都愿意委身，愿意在他自己的岗位为神所用，所以圣灵就把你加码，圣灵就把你点你打一把火，像圣灵就吹了一把风，让你整个教会就热起来。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今天教会有圣灵，这边没有，都有圣灵，只是有没有人被圣灵所差派，这个是这个关键的地点。所以弟兄姐妹，充满爱的基督徒群体需要什么样？需要上帝的大能，还加上我们的投入，我们的努力才能达成。所以耕耘真正的团契生活，有时候就开始有一点冒险了，因为我们是一群不完美的基督徒，有罪，有软弱，有个性，有脾气，有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原生家庭的带来的情绪，都在这个团体里面。所以当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因为是被神呼召嘛，请问你加入什么俱乐部？无论是健身俱乐部，或是一个什么会员，你有看不习惯你就离开嘛，就不参加了嘛。那个很自由，没有人管你。但是基督的团体不是，就是一旦你进来，你就需要委身，要不然你跟基督的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前几次牧师有提到说，好像你一个旁观者，你是个使用者，你是一个消费者。这个不是在骂大家，是说你得到那个恩典，你得不到，你是加入了，你融入了，你被神呼召了，你才体会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广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有一些需要你去克服的哦，你要努力才能突破哦。所以它叫做困难的选择跟冒险。冒险不是做坏事情了，冒险是让你知道说，在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需要你去付出的。第一个，群体生活需要诚实。这个团体里面如果有掩饰、有虚伪、有戴面具，它就不能成长。所以群体生活就是基督徒生活，无论你认为的小组，或是你认为的团契，或是你一个牧区，或是我们在一个侍奉团队，都是一样。这个群体，我们有时候会被恐惧所破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那个困难，不敢去面对那个破口，不敢去面对这个可能有一些伤害。这本书很强调，你必须要去面对，你要去突破，你要去化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好，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些软弱不足的部分，可能有一些伤害啦，有一些冲突啦，有一些人为的不小心误会啦。他说你要去克服，有勇气，不要说把它怕就掩饰起来。所以真正的契合真正的契合是，无论是婚姻也好，你的友谊也好，你的家人也好，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在学校有同学，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同事。如果这个团体是那么样的热切，这个团体是这么样的有活力，都是因为大家很坦诚，坦诚就能化解很多误会，化解很多冲突，化解很多的软弱。所以意识里坦诚是为了妥善解决这个冲突。所以当我们借着面对解决彼此的差异，我们才彼此会更新。所以我们不要怕会冲突，我们也不要怕说我们彼此的个性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一个行为会产生冲突，这个是人的团体没有办法避免的。重点是你用什么态度去化解它。诚恳、诚实是最好的解决的办法。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是耕耘群体生活需要谦卑。刚刚说诚实，对不对？诚实的基本功就是要谦卑。你诚实很高调，那就麻烦了。所以骄傲是在人与人之间筑起围墙。一旦你高人一等，人家就不愿意跟你沟通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跟人家对不起的时候，你是很诚意的，给人家让人家觉得你诚意十足的。所以很重要，谦卑是在架桥梁，谦卑是建立关系的润滑剂。我们车子开久了，你如果不润滑会 K， 常常这样，声音很吵。前几天呢，谢牧师告诉我说，我们家那一台用很久的那个电动机车要转弯声音很杂音。我说真的有吗？我说耳朵不好没听清楚。他很厉害的，就感觉是觉得骑起来不爽快，我就带他去专门在服务那个电动机车的，去给司机那个师傅看原来在外面可能风吹雨打了，很多转轴都没有润滑，所以要稍微修理一下，他就骑起来很舒服。我们教会里面，因为大家都心存谦卑，很多桥梁就被架起来了，很多润滑剂被点到了，所以你会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即使有软弱，其实我有破口，其实我有一些缺点，但是因为大家的包容，大家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棒的团体。所以呢，谦卑的具体做法是什么？先承认自己的弱点。不是高调说什么我都知道，什么我都懂，什么都是我会，什么都是我对，不是，是因为我承认自己的不足，所以愿意跟人家沟通，忍耐别人的短处，别人有短处，你不是这样子趾高气扬的就骂人一大堆，是他有这样的软
你说我要接纳他呢，而且你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甚至重要是，你将功劳归给同工。我们基督徒在服侍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logan 或是标语啦，他说呢，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把功劳归给同工，然后把喜乐归给自己。这句话是很多服侍者记在心中的哈，不是牧师在写在那个投影片里面的。把荣耀归神，把功劳归给同工，把喜乐留给你自己。所以谦卑呢，不是小看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你看，小看就是说，好像你什么都没有作为，不是哦，是少想到自己。再来，多想到别人。你愿意多关心别人，而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看小了，是不是这样？是少想。然后谦卑的人是专心服侍他人，而不是为自己着想。你知道，在一个群体里面呢，如果看到一群人哦，哇，自私的心理一来了，哇，位置要抢好的啊，吃东西要先抢最口的，你就发现这个团体会产生一些摩擦在里面。那当你想说，这个弟兄呢，他走路不方便，先给他去拿吃的东西。这条路在走的时候，先让别人走。你当先想到别人的时候，你就服侍了。所以谦卑的人是专心服侍他人，不是每一样都想到自己。我们常看到很多电视新闻在报啊，说什么要排队做什么啊，有人就插队，哇，就玩 gay 起来了呢，哇，那吵得不可开交。原来在买东西啊，很快乐，就是因为插队，大家吵得不得了，就变成这个购物的快乐都没了。第三个，耕耘群体的生活需要礼貌，这不要解释太多，因为你在人跟人之间有礼貌，就是有理走遍天下嘛，对不对？所以礼貌是一个基本功，所以礼貌是尊重彼此的差异，体贴别人的感受，容忍激怒我们的人。哇，蛮困难的，做不到。那你要做，因为在基督的群体就是要这样子。尊重彼此的差异很重要。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说一个大家都是所有都一样的，大家差异多，但是因为你愿意尊重、体贴别人、容忍，有些人让我们身体心里面很不舒服，你都还能容忍，这样才是这个让这个群体有一个美好的开始了。所以真正的群体是知道能安全与人分享他们的疑虑跟恐惧，不用担心被论断。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说团契人生吗？团契不是说我那个有形的团契哦，是你在群组里面，你在小组里面，你在牧区里面，你在一个侍奉团队里面，你在圣歌队里面，你在敬拜赞美的团队里面，因为你很安全的能够敞开自己的心胸，将自己的软弱，将自己的不足，将自己的困难，甚至自己的疑问，你都能够在你的群体里面分享。你不会被骂人家笑说连这个也不懂，连这个也不会，连三位一体是谁也不懂。哇，你一旦被论断，你就以后都不讲了，对不对？因为你觉得很单纯，你就讲出来，因为这个团体接纳你嘛，很礼貌，愿意接受你。但是你也会接受人家的教导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彼此成长之后呢，你对这个团体有信任了，你才能将自己的伤痛，将自己的软弱不足分享在你的群体里面。一旦这个被破解了，那这个群体就不成长。因为我对这个群体有疑虑，对不对？有距离，没什么信心，你这个群体还能经营吗？第四个更直接了就是群体生活需要保密。为什么需要保密呢？简单的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你家里面有什么无微不微、离离扣扣，你会到处去讲吗？说我家怎么样，我爸爸怎么样，我妈妈怎么样，都讲坏的吗？不会吧？你会去讲我爸爸很好，对我很好，妈妈对我多好。你会把好事在外面讲，你不会讲那些不好的。那教会里面这个群体更重要，无论是小组最基本的单位，
还是整个的不同的单位，我们要有保密，因为只有在被接纳和保密的安全环境下，人才会打开他的心门，才有可能被医治，才能可能被带导，才能可能被包容接纳，才有可能被人家来扶持成长。一旦这个保密的机制消失了，我们就会把一些秘密藏在内心里面，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因为你有保密，所以我们小组里面都常常在互相提醒哦，甚至我们自己写一下我们的约定哦，我就绝对不会对外来讲出谁的秘密。我记得我们每一次我们的中保代祷要决志在前面做誓约差派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一句话说：所有的祷告我都会守密，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一个基本。除非这个姐妹、这个弟兄他说我这件事情没有什么秘密，公开请大家代祷，不然的话，只有祷告的人知道，跟你知道，其他人他不会去过问。所以这样的安全的团体，人才会敞开心门，你的伤痛才会被关心到，你的软弱才被扶持，你的不足才会被大家所激励成长。你这样才会打开内心深处的需要，你这样才会讲自己的伤害的措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小组里面没有第二句话的了。这个不懂，你就不能参加小组。这个一定要认识，而且要守约因为呢，闲言闲语总是带来伤害跟纷争，会破坏团契的生活。第五个，耕耘群体生活需要联系，就是说常常有交易互动。所以请记得，我们同工弟兄姐妹大家都在努力做这件事情。谢牧师前几天还特别鼓励我们这些小组员说：“你记得，你今天呢，你的小组员谁没到，记得要关心他，联络他。那每一周聚会就是要保持这个热度。甚至我们有同工说，最近想要邀请大家，如果在做礼拜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同一个小组呢？大家邀请坐在一起。”他感觉上好像一家人一样，好热络，对不对？你感觉彼此关照，不懂还可以帮忙问他不必。那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正向的发展，因为大家平常在小组聚会，在做礼拜的时候坐在一起，那多好多棒。那这个叫定期的联谊。那第二个阶段，各位弟兄姊妹，刚刚是一个积极的面，你要做什么？第二个是我们难免这个群体会有破口。我们会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挑战，但是我们不是眼睛闭着不看它，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破解，去努力。他说要维护教会合一是你的责任。刚我们读了2段经文，就是要让我们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持守合一重要到什么程度啊？新约圣经一直强调，保罗的书信每一本书大概都会提到合一，因为上帝要我们经历彼此和谐合一，因为合一就是天堂嘛，合一是上帝国在地上嘛，合一就是圣灵苦口婆心的劝告嘛。所以华理哥牧师讲说，新约圣经强调合一到什么程度了？甚至比天堂跟地狱还重要。意思说天堂地狱很重要，但是合一就马上实现的了。所以记得这句话很宝贵，他说合一是团契的灵魂呐，摧毁它就好像从基督的身体把心脏挖掉一样，没有心脏你怎么活啊？靠那个什么叶克膜没多久还是没用，心脏被拿掉了，还有什么好活的啦？基督徒的群体，你的小组，你如果不合一，请记得，就好像病入膏肓早晚要送太平间了。记得合一就是团契的灵魂，因为我们三位一体的父神，他就是一个最美好的典范。上帝用牺牲的爱、谦卑、虚己，用完美和谐，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我们一直在学，一直在往前突破。圣经中有6项提醒我们怎么样维护教会的合一了。第一个，他说，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专注在我们的共同处，而非相异处。我们不是常讲一句叫和而不同吗？比如说像台湾
哇，天天看电视、看新闻节目，就吵半天，对不对？因为统独完全没有对话空间。那不得已啊，我们一起生活在台湾啊，那我们是不是先求一个和而不同？我们先把共同的你希望台湾好吗？我希望啊。我希望台湾空气好吗？我也希望啊。我希望台湾经济好吗？我也希望啊。是不是大家现在这边去努力？基督徒也承载着彼此的差异。你的教育、你的背景、你的成长、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个性都有差异，但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先看共同处，而不是去看那个相异的部分感到格格不入，不是这样子。因为呢，上帝呢，让每个人有差异，不是不好。我们不是说生命有多样性吗？我们看那个台中花博的公园里面，一大堆不同的花才会漂亮嘛，对不对？当然，你去看薰衣草，全部都是薰衣草，紫色的也不错啦。但是就是多样性，就是一个实在的情况嘛。薰衣草是人家经营才有办法啦。但是我们到野地里面，什么样的花草都有，动物也是一样，人类更是这样子。我们人类多样性，这是神给我们的创造，所以我们是珍惜、享受彼此的不同。很难得讲享受，对不对？通常我们就想说，你最好是跟我一样的，要么你就跟我一样，我跟你一样。但是神是愿意我们享受彼此的不同，不是忍受，不是容忍不同，是享受，是看见那个差异好棒哦！我们教会里面有人会唱高音的，有人唱低音的，那才会和谐嘛。好了，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所以上帝让我们怎么样合一，不是划一的。我们当过兵的都知道，有时候班长非常的挑剔，立正，向右看，然后排，走脚步要碎步，然后有时候拿一条线来量看看你的鞋尖有没有一个齐线如果不齐线呢，就被处罚了，要伏地挺身30下。那个叫划一，那是人为的。但是合一是我接纳你的不同。你体谅我的缺点，那个才是真正的合一啦。为了合一，我们绝不能让差异使我们分裂。如果一个人一直在计较差异，这个人是不成熟的，这个人是根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各位弟兄姐妹，第二个，既然是这样，我们要修正我们的期待，我们的期望要合理。你不要高到这个不食人间烟火，那不得了。所以这边我觉得这一段很重要，一个观念的问题。他说，我们容易对圣经中的理想的团契圣经写的非常美好。不过耶稣不是有在讲什么山上宝训吗？哇，一个完美的人是这样子啦，我达不到，那怎么办？不是啊，圣经中的理想的团契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跟你的教会现实是有差距的。但是重点不在于说有差距。重点在于你只看那个理想就嫌弃你的教会，那就是不对了。你要清楚的认知，我们的教会是不完美的，但是因为不完美才需要你去爱，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教会不完美才需要你经营教会不完美才要你委身教会不完美，因为有你的努力才能让它符合完美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存在2种一种是你渴求理想，你的目标充满了美好，但是看到教会实际环境又闲得一文不值，那这个叫做不成熟。那也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你屈就现实教会大家纷争很习惯自然我能够来聚会就好，那也不对，因为这样是充满安逸跟自满。这2种是一种挣扎。你成熟的基督徒是你怎么去从理想、美好、完美当中，跟现实的教会的不完美当中，你去很平衡的去活在这2种张力之间。因为你知道不完美，你才谦卑嘛。你知道教会需要你的努力才能成就嘛，所以你要往前迈进，靠圣灵来同工嘛。所以记得理想跟现实总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不是把理想放在
那个高端的地方永远达不到，因为你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我们幸福小组不是讲了一句话吗？不是我厉害才开始，而是我一开始就很厉害。你不做就没机会。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清楚哦。特别是新来的会友朋友，你记得教会如果要你列负面清单一条列不完了，不要几张 A4 的纸才写得完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教会就是一群罪人所组成的。有人知道现在才反而说上帝啊，牧师啊，你真的邀请我进入这个罪人的组织那我还进来干嘛？记得坦白承认，教会是一群承认自己不足罪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不逃避，彼此和好，就是迈向更坚强的品格，更深刻的团契相交之道。就是因为不完美才需要你努力嘛，不完美才需要你委身嘛，不完美才需要你靠圣灵的工作嘛。有一位出名的2次大战的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潘沃尔牧师。这个潘沃尔牧师呢，他写一本书很有名抱歉，好，有了，帮忙一下。他写一本书叫《团契生活》。这个潘沃尔牧师呢，他直接点明了，我说团契生活等于是教会生活就对了，小组生活都是在里面的一群基督徒。他说，我们越早放弃教会虚完美才能爱他的遐想，便会越快放弃伪装，承认我们都不完美，你需要恩典。哇，这句话真的是当头棒喝，用冷水把你冲醒了。就因为我们知道不完美，我们才需要耶稣的恩典需要圣灵的恩典而且更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每间教会应该可以挂一个牌子，很明确的宣告。自己讲自己不好的很难的。通常是我们这间店都是最好吃的。我们这间旅馆是全世界最棒的5星、6星、7星的。只有教会要这么写。他说，完美人士不需要申请入会。你是完美，你就已经得救了，不用来教会了。因为这里只是承认自己的是罪人，需要恩典、需要长进的人而设的。各位有没有被点醒了？基督徒的团体不是一个完美的团体基督徒就是一群自己还认为不足的人所生存的地方，才需要牧师一直讲道，才需要长老一直规劝，才需要我们小组一直努力、一直培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已经是完美的人了，你真的不需要教会，因为教会是要学习的。第三个是选择鼓励，而不是批评。下一页选择鼓励不是批评，因为上帝警告我们不可彼此批评、比较、论断，这个在教会里面是最重要的基本功最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这一点不了解，那你在里面就成为一个破坏分子啦。因为你批评其他的信徒，借着信心跟诚心所做的侍奉的时候，你就干预了上帝的工作。在教会里面最怕的伤害就是你批评别人，你论断别人，你定罪别人，你说别人不好，那所有的那个罪的毒素就在这边散发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他说你批评就已经抢了上帝的工作，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何种权利来批评别人的仆人呢？因为只有他们的主人就是上帝，才能决定他们所做的是对或是错。但批评不是说什么都不能讲，我们后面会讲到说，其实我们是爱心说诚实话，你是一个彼此的激励，而不是论断批评所以呢，当我们在批评其他信徒的时候，有4件负面的事情，你一开口批评，这4件事情都出现了，而且是不好的。第一个，失去跟上帝团契的相交；
跟上帝哦，上帝也要跟上帝团契是一个美好的和谐的关系啊。第二个，暴露自己的骄傲跟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第三个是制造上帝的审判。第四个，你真的会伤害到教会团契的相交。记得批评，你一批评，你就存在在这个里面了。第四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讲3遍，拒绝听取闲言闲语。拒绝，因为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听人家闲语听的耳朵很认真听，要听真理耳朵就关起来。闲言闲语，半弄是为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不是问题的当事人。什么叫闲言闲语？就他在讲牧师的什么坏话给他听，不跟牧师讲，这个叫闲言闲语。他在讲小组长的什么不好，给另外一个组员听。你小组长不好，你找小组长，为什么要找别人呢？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不是问题的当事人，你又不是问题的解答者，但是你把话传出去，这是一个原则，对不对？就是你不是当事人，你讲的话也不是对他讲，你讲别人的话就不是了。所以记得，这个是我们小组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所以，如果你是爱教会的人，你爱教会你爱教会的话，发现好了，就不该听闲言闲语，因为华理克牧师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听信闲言闲语，就是跟接受赃物一样。”什么意思呢？我是小偷，偷了东西，我要销赃，对不对？好了，你是当铺，或是你是金子店，你不小心收到了，你也有罪。那你听了别人的闲语，你再去给别人讲，你同样也偷东西，你也是罪人之一。所以你看这个多严重。所以听闲言闲语，你只要给他一句话，说你讲这个话给我干嘛？你去找他那就对了。对不起，我不听闲言闲语，因为这个牧师告诉我，那你就可以化解很多的纷争。好，第五个，以上帝的方法平息冲突啦。记得不是用人为的方法，人为有什么方法？拿刀拿枪来对杀不是人为方法吗？闹一群弟兄去他家跟他怕输赢这个叫人为的方法。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冲突可能会发生，但是冲突当中人有向他人投诉的试探。就刚我讲的闲言闲语，跟他冲突你就去讲给别人听，去投诉，但是不敢勇敢的用爱心跟当事人说清楚，那这个变成还像化脓一样，伤口没有好，因为你把它放着，那别人讲没有用所以会事情更糟糕。这是我们说遇到教会有冲突有不合一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最重要的方法是我们要克服自己的软弱有勇气直接跟当事人说清楚讲明白。我坦白讲比你在外面讲好几百倍，因为我表示我要面对这个事情，即使我有误会我们都要把它讲清楚，再来就不对别人讲了，那你们会友谊会更增加。我们知道为什么父母亲跟孩子常常吵架，吵架不是不好的事，吵架的孩子说我的小孩到台北去读书新的观念回来了，跟我争吵，那我要跟他吵完才知道说原来我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那彼此理解了。所以好的是建设性的积极的，但是你们面对面很诚恳的讲，这样就能把事情化解，因为这个是耶稣的教导。马太18章17节说，主耶稣说把事情带到教会去，若这人不肯听，就把他当成灰烬炉看待。主耶稣有这么讲意思说你不听劝，你不愿意接受这个规矩，你就不是基督徒，不是互相教会的信徒。第六个，最后弟兄姐妹，神在这个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个制度，就是让教会有牧者有领袖，这是人为的团体里面必须有的。所以事实上，因为既然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也没有完美的人，当然领袖牧师也不是完美所以没有完美的领袖，所以但是上帝把这个责任交给他们，
责任跟权柄，他们要维持教会的合一啦。牧师有责任，我们的长老执事有责任，要维持这个教会的合一。那这个不完美的人，当然做事情就没有很完美，但是我们要从这个方法去努力，因为人们往往要求这些领导者、牧者要面面俱到、皆大欢喜。但是华理克牧师说，这是一个连耶稣都办不到不可能的任务。一定要有一些人愿意接受，也许我愿意牺牲，我愿意承让，我愿意成全，我愿意接纳，我愿意忍耐，这样才能在彼此一个退一步的情况下，让这个事情完美。因为这个不是牧师能做的，是神才让你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圣经给牧者一个明确的指示是：先要避免争论，然后以温柔教导反对者，且不断的祈求他们能够改变，警戒好正义的，寻求和谐合一。这是保罗书信很多东西，这个是一个综合的讲法哈。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样子做，你要用爱心诚实话，你要规劝他，你要劝勉他，而且为他祷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怎么样呢？就是尊敬、照顾我们的领导者，因为你一尊敬，你顺服，你就是在保护这个团契，你是在保护这个小组，你是在保护这个团体。牧师跟长子需要我们的祷告、鼓励、珍惜跟爱心，因为神在这个不完全的人当中是赋予他们这个权柄，那不需要没有你的支持跟带领，他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圣经又命令我们说，应该敬重那劳苦的领导者，就是在主里面、治理里面、劝诫里面，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不是牧师私下要你帮忙的，是圣经叫你这么做。所以负起保护及推动教会合一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上帝就会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团契里面、团队里面，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常常学习说，是我们，不是我。老师总讲我不是，是我们，是我们的，而不是我的。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态度哈。各位弟兄姐妹，写这本书的马安东教会华理克牧师，他这样介绍他们自己的教会。他说，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合一的教会。因为马安东教会会友，他们要加入教会，他们都写一个契约、立约说我要加入富强教会，我就加入一个契约。他们是加入马安东教会，我写一个原则，我需要保护团契合一的承诺。你一加入，你就有一个约定，你必须要遵守。所以他说，他们马安东教会每一年都有1-2千位受洗，但是教会从没有发生分裂、纷争的事情。是因为怎样？因为这个相爱合一的团体呢，人人都乐于参与呀。所以人因为都需要爱跟被爱，所以当人发现这间教会是真诚相爱的教会呢，他说恐怕你连门关着，大家都抢着要进来。刚刚不是讲过了吗？有的人把他们的餐厅装潢得好漂亮，没有人要过来，因为门可罗雀。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东西不好吃啊。你知道怎么装潢，谁要进去？我进去就是为了好吃啊。好了，一间罗比大，一间装潢很不是很显眼的，大家排队，因为里面的东西好吃。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我们互相教，很多人愿意进来，不是我们教堂盖得很漂亮，是因为里面有爱，里面充满了和谐。所以他说，即使锁上门，大家都抢着要进来。罗马书14章19节说，所以我们一起致力于和睦的事，即使团契成长的事。这是一个另外的翻译啊，我们致力啊。